咁音乜法要俾人挑戰第14日。有個目標係要去屯門圖書館。咁樣我開始要瞓覺，9蚊，先至有口水啫。好，咁樣就可以食嘢，跟住8蚊，跟住就可以玩拍菜人遊戲。我冇玩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陪阿仔去屯門圖書館，好感恩，我有手有腳有能力，可以講嘢，可以溝通，可以聽嘢，有眼有鼻有口，有空氣有樹木有美好嘅環境，有屋企住有床瞓，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阿仔嘅學校有好多活動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四圍玩，好感謝我嘅老公同我朋友爭，好感謝我嘅媽媽有越嚟越健康，好感謝我爸爸都好好照顧自己，好感謝我嘅親戚有聯絡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活潑，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活潑。拜拜。拜拜。